哎，今天来听歌是为了什么？不要乱讲，我为了偶像，我很想啊。好，我来自台东都兰啊，我本身是阿美族的，阿美族，对，阿美族，对。然后，刚刚很多人都讲了嘛，应该知道了解今天的用途了吧？了解了吗？没有？还是你来这边睡觉的？很冷的，要不要帮你盖棉被？刚刚他们讲的都有听进去哦。有。很认真，放心上。很棒，台东很棒，花莲很棒。其实台湾这么小，我觉得这么棒的自然景观的一些资源，就已经没有多少资源可以拿来破坏掉了。我们又不是美国，沙漠可以盖阿拉维加斯。阿拉维加斯怎么讲啊？拉斯维加斯啊！我不懂啊，就是我们没有人家那种本钱，我们那么多地可以搞那么多有的没的，台湾就这么小一点点资源，可是很不好意思，这边这么漂亮的丰富的资源，大部分又落在原住民的部落跟传统领域上。我们很认真在还我土地，但是还是没人还给我们，我们快保护不住了，所以要靠你们一起来加入我们的行列，真的，拜托好不好？好，我都已经拜托了，我都每次去凯达格兰还我土地，还我土地很凶啊，还我土地，拜托啦，累了呢，但是他们没有听到啊，所以只好找你们聊聊天，讲讲我们的心事啊。但真的需要大家付出实际的行动，好不好？那我还是去唱歌，我唱一首阿美族的歌，关于阿公曾经替台湾争光，唱了这首亚特兰大奥运的主题曲，一点点，欢乐饮酒歌献给大家。嘿呀哈哟啊哈呀！等一下，唱太快了。这边有卖，需要精神性饮料。有饮料吗？没有，这不是习惯，这是一种态度。
呀哦，哎呀那呀哦。